這一天 ，CCP 扶貧基金會為佢哋準備了簡單的物資，餅乾、麥片、咖啡和雞蛋，也請了佢哋食一頓雞飯。一份平凡的雞飯，卻是佢哋難得可以食到的美味。當我攙扶着呢位老人家時，心裏湧上一種講不出的無奈與難過。那一刻，我深深感受到，原來自己係如此的簡單幸福。至今，仍有部分老人長期居住在醫院的舊式病房裏，病房係佢哋的家，也係佢哋人生最後的歸處。只係希望在佢哋人生的最後一段路上，俾佢哋知道，佢哋冇被遺忘。